但係呢個波懷斯貼到喎，呢個波咁啊俾到咧就史密夫啊，係重要嘅人物啊！史密夫呢邊咧把握到對方嘅一個 turnover， 咁啊一個咧就係今日嗰啲傳球嗰啲 decision 咧，佢 make 得幾好啊，真係好果斷。呢個波咁啊中路咧俾到咧就係另外嘅史密夫咧，波咧都表現好嘅球員。咁啊而佢最厲害就係仲有咧飛喺唔同時間咧有唔同嘅球員咧，咁啊就係能夠咧就係失啊！哇！呢下咧就其實咧就好在史密夫有力嘅啫，真係有個波咁俾佢咧，真係諗住我哋懷斯嘅底線。開個遠嘅史密夫3分嘅外投 ，OK。其實好多本地球員都有嘅，講真，就係搞得好勤力嘅。但係我哋見到可能福建呢個波係冇咁熟啊，即係相對於漢友。嗱呢個波力量型啦，埋到做個懷斯啊。咁啊懷斯我哋介紹過啦，本身咧係居港外援，咁但係而家已經係香港球員，本土球員。史密夫，大波嘅上籃都比較一段嘅時間咧，都係打福建嘅。係啊，佢係福建嘅主力嚟㗎。冇錯。咁啊見到咧就係0號嘅史密夫啊。但今日咧陳永熙咧就不在名單之內㗎嚇。好，咁啊俾到籃底，咁啊呢個上籃咧鄭錦興咧就慢咗啦。費蒂斯幫佢做一個嘅單擋，個進攻時間差唔多又係接唔實喎。呢邊黃律堯咧帶上去啊！嗱，見到阿德哥咧暫時就跟得上去，咪比較慢啲啊！好啦，一個轉身好快攞板。不過幫而家嘅問題咧，福建喺第二節咧，頭先咧好似啱啱嗰下，咁啊直接啦，咁啊就鏟咗入去啊，咁啊福建都穿咗個窿咁樣啊，咁啊史密夫呢邊咧一個嘅中距離啊，咁啊即刻咧亦都有啊嚇。喺比賽咧，崇德飛鷹嘅外援啦，我哋話阿蓋蒂斯呢個表現跌落嘅，但今日咧睇佢個表現如何啦。咁啊當然。史密夫同埋連浩俊，懷斯去插過嚟張偉康射得㗎。低位踢多啊，連浩俊，咁啊史密夫，蘇志樂對住過嚟張偉康，今日好靜啊，冇機會起手呢個射手，低位有啦，呢邊空晒瞄準黃律堯，呢個3分射完佢都知道自己唔入啊！哇！大家好似停頓咗咁樣喎，咁啊史密夫呢個啦小勾手。趙家雄大力咗啊！呢一球啊，咁啊史密夫攞翻籃板，第3節咧剩翻1分20零秒左右啊，自己唔俾上 OK 呢下，咁啊都係自己順手啦，都係啊，我拉翻出嚟，史密夫牛角位急停跳射，咁啊又未做到佢想做嘅嘢，佢啊其實對自己射波好似好有信心，咁哇又交身喎，連續2球啊胡兆之，呢下咁啊俾阿史密夫 and one。胡兆之，蘇志樂俾翻嚟胡兆之，呢個波哇胡兆之當面俾啊，史密夫。咁啊 motion 啊呢個戰術，好啦分到過嚟，蘇志樂借個高位擋之後，俾個逼。呢邊葉文俊撞粒啊！哇，射啦！你射上去唔入都係一個交波嚟嘅，其實。史密夫突破分波，連浩俊放佢射喎。好啦，俾咗史密夫頭轉身，分過嚟靚波。咁啊，俾到譚子傑、胡兆志呢位老將。好啦，史密夫。防守型啊，懷斯嘅防守好好噶。史密夫有個歐洲步都要避手啊，我都仍然冇咗佢可以係。最緊要頭就得2球啫，得2球啫。史密夫嗱低位呢啲波入，史密夫執唔入去啊！好呢邊啊，亦得啦。一霎中間俾阿劉南咧就係封咗嘅。好，廖君豪都準備好噶啦 ，OK。